好像呢。喂，你是配，个到尾西个不得练啥哈？这鸡啊，狗鸡啊，都到这呢。个学习个不得练打过去哦，个啥练打啦？哎，嘛我懂唔会。去咖喱不得啦，我也给了那个包。个啥不得练打过去哟了？哎，我们也那个好说。啊。你也那个到了呢。然后。阿娇。哦，也对，个主要是个都是别个家弄啊，有心机啊。估计啥的要多呢，你不做的。啥呀？我啥不关键不上班呀。多啥呀？多。好。拜。到了，这样你就过去，这个大了。啊，一个啥个呢？你查的嘛，但是你要过几家里头。我要是多查点，过一个菜场。这今天过来不甜嘛，我包的不，这个咱们就过汤的，大家不给你给发哟。你睇，这个是这路呐，有的茶的都能搞，那点来到我里头啦。你呀，这来这中头呐，这就在这就在旅游呐。有道理讲呐，这人都能来呐，这是目的地都到了。真的，就中头。来，你都看到没睇东西啦？阿没都看到了。啊，这里上了没都？你哦，用不弄哎，用不弄哎，你拿trang xe，所以你拿着空豆子这去嘛，你去包路就去呢，就到了就把那差不多了，就到2天就再回游呢。啊，是你讲呐，有种茶的都找个在路里咯，他的皮油咯，是把那个有那种名菜呢，别那么什么别。这里就是路边就这里在旅游，这里就那些公园的么？就那里的名菜的，也就是这里搞这里有。你问了，你就你捞你看。就完了。他我给路知道不？哟，过去啦！个牛过去包下头，个木好来个好来这，有古今叫包个古今叫个这，古今木叫你好这不这古今木我夹正这，那么讲到你古冲个多少都成了啦，小弟那都知了，这个古几个呀？对啊，个丢是那个不然你这个说那这个去搞呀。这别的这个还有嘞，这别的。个丢这个去那个还干嘛说那这个去搞嘞？这个去搞呀？个牛，你妈我要吃烤。